呢幾年被動收入變咗一個潮語，好多人以為有咗被動收入就代表唔使再努力，唔知佢哋係有心呃我，定係話連自己都呃埋啦。首先喺我眼中咧，呢個世界上係冇任何一份收入係真被動。例如你做直銷，下線千萬聽落去好似啲錢會自動滾入嚟你戶口咁，但你有冇諗過公司政策隨時可以改，下線亦都可以話走就走，甚至乎帶晒所有人離開，成個系統係可以一夜之間崩潰。到時你連被動嘅權利都冇。你買樓收租，以為穩賺唔賠，但租客可以突然之間走人，樓價回調，政府出新稅，甚至乎天災人禍都可以搞到你失晒預算。順境嘅話，你就係包租婆；逆境嘅話，就真係包你有排飯。你投資股票，以為收股息就係被動收入，但一場金融風暴，公司裁員、派息減半，一樣可以令到你由投資者變成持貨人士。甚至你開咗個 YouTube 頻道，出咗本書，賣咗個課程，以為之後日日都可以自動有錢入數，但係演算法一改，平台限流，觀眾轉移，收入瞬間清零。所謂嘅被動收入，其實只係你曾經努力嘅紅利，佢唔係不勞而獲，而係前期超主動，後期相對輕鬆。真正嘅自由唔係揾到一個唔使做嘅系統，而係你有能力喺任何系統崩潰之後重新建立一個。所以被動收入唔係目標，可複製價值先係真正嘅自由。